现在我的鞋库外面的垃圾广告全部要清理掉，按照桐乡市人民政府桐乡市市长、市委书记的命令，全部清理掉。过来，啊，马上清掉这里的，啊，你们做生意的一定要替我们工作，啊，玻璃上的都是垃圾广告。绿色的都是垃圾广告，垃圾广告，玻璃外面的一定不要全部铲掉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桐乡市政府的命令。如果你要反抗的话，给我闪过来，懂不懂？有没有？什么？你要反抗的话不被我们市政府的话我要卫生、公安、格杀勿论、工商我们4个部门一起过来跟你谈。怎么样？我们老板不在，你跟老板说吧。我现在跟你说一声，马上要到你这里了啊！现在走，不管了。好了 ，OK， 通知你过来，通知你老板，你通知不通知是你的事。现在我马上。你把文件给我看看。不要文件，我查了再给你开文件 ，OK？ 啊，我先查再给你开文件。国民党啊，这是不是国民党？共产党。有什么事找我，我叫范爱国，我查的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东西都铲掉？你说。铲掉。什么东西都铲掉？什么叫垃圾广告？玻璃上的字叫垃圾广告。对。还有嘞。这叫垃圾广告。这个我铲，不要铲，这个给我铲掉这个也铲掉。这个铲掉。这个铲掉不？这个也铲掉，这个不铲。这是我的命令。有什么事？你上告，对，你是什么人？我还不知道嘞。铲掉有什么事找我？你是谁？我还不知道嘞。我叫范爱国，大连长。等一下，我给抢过来了从右边这边了，